3月3中午的盛况。今天呢举办读经评鉴会考啊，你看那个园游会，素食市集的园游会，你看那古早的嘎鸡啊，你看现在反而流行了，你看，流行到国际上了。你看那包包用那个复古的传统的古代那个手提袋，这样用那个多种颜色的塑胶做成的袋子，你看，但现在反而是流行到外国。那前方那个叫气垫乐园啊，气垫乐园给小朋友。你看这济公活火的扇，另外还有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水的瓶子，你看观世音菩萨的瓶子。北边还有停很多车呢。